1998年，我就咁從四叔手上接過香港首富嘅位置，一坐就坐到今日。自從美麗華股權易手之後，我同四叔就真係再冇過半分合作。從前一齊傾項目算收益，就咁畫上咗句號。除咗上一集講到嘅生意往來，我哋三個私底下根本就係知心老友。早年間，四叔、同哥同我係出咗名嘅高爾夫球波友，仲特意組過一支高爾夫球隊。當年呢支隊伍被外界譽為全球身價最高嘅高爾夫球隊，個排場真係唔講得笑。數年前，同哥病重入院，我第一時間就親自趕去醫院探望。喺病房入邊，我靜靜坐咗足足半個鐘。至於同鄉嘅四叔跟同哥就更加投契，兩人仲一齊合資做馬主，聯手購入外區，得閒就一齊去跑馬地睇馬。另外，我同四叔、同哥仲同華智嘅劉鑾雄等幾位富豪老友成日聚埋一齊聯誼聚舊，因為大家都中意玩紙牌，尤其中意鋤大 D。呢個富豪組合仲俾外界戲稱做鋤 D 會，而最令我哋呢班華資大亨廣為人知嘅，仲要係當年聯手同英資怡和集團喺置地股權上正面交鋒嘅一場大戰，由同哥親自策劃，我領軍，聯同包玉剛、李兆基、郭德勝等一班實力雄厚嘅華資財團，仲有劉鑾雄兄弟齊齊追擊怡和集團旗下嘅置地。當時同哥親自出馬，同當年嘅怡和大班講數。就喺談判關鍵時刻，當年10月股災突然爆發，呢單交易最終都係冇能成事。不過都算好彩，最後一眾華資大佬達成共識，同意以高價將股份賣翻俾怡和，前前後後共套現18億元，仲同怡和訂下7年內不再追擊置地嘅盟約。呢場華資同英資嘅正面較量，至今仍然被業界同仁津津樂道。而同哥走咗，四叔都走咗，從前熱熱鬧鬧嘅鋤 D 會再翻唔嚟啦。